哦，木瓜，生命力这么旺盛，断了还可以长新的出来。怎么会在这里烧东西呢？还有拜拜呢，现在农历9月份哦。音乐的故乡火烧店，哦，你看，吴晋淮先生音乐纪念馆，吴晋淮的家乡火烧店呢。台湾民谣很有名的《关子岭之恋》，作者吴晋淮先生，他是柳营人哦，火烧店的人呢。火烧店是柳营乡啊，这条路可以通往奇美医院。吴晋淮音乐纪念馆，就从这条路北上，过台糖五文车的那个铁路。你看关子岭之恋，还有那个谱都做出来了，作词作曲都是吴晋淮。你看那个谱都做出来了，5线谱都有。吴晋淮先生台南县柳营乡人呢，有留学日本的迷上古典吉他，学那个歌谣理论声乐1957年至1946年才回到故乡，在当年3月的是春天哦。到关子岭踏青写下关子岭之恋好棒好棒哦。